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15章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上主找我来甲你抹油，设立你做王，伫你伊的子民以色列，所以你着听趁上主所讲的话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我要刑罚亚玛力人，因为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时，亚玛力人捌阻碍敌对因。当你着去拍亚玛力人，甲因剿灭，什么都毋通留地，着将男女、囡仔、婴仔、甲牛、羊、骆驼、驴拢杀死。扫罗就调集军兵伫提连点算人数，步兵20万，犹大人1万。扫罗来到亚玛力的城，埋伏伫山谷中。扫罗甲基尼人讲：恁离开亚玛力人去别位，才免我甲恁甲因做一个剿灭。因为以色列人出来埃及的时，恁捌好款待因。基尼人就离开亚玛力人。扫罗攻击亚玛力人，对哈菲拉到埃及东边的苏尼，伊活掠亚玛力王亚甲，杀死伊拢总的人民。毋过，扫罗甲军兵留亚甲甲上好的牛、羊、仔、羊仔以及一切的好物，毋肯甲因剿灭，只有毁灭遐个无路用、无价值的物件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我后悔选立扫罗做王，因为伊背叛我，无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真切心，规暝求叫上主。隔日透早，撒母耳要去见扫罗，有人甲撒母耳讲：扫罗已经去加密，伫遐为着家己徛石碑，后来挖去结甲。撒母耳到扫罗遐，扫罗甲伊讲：愿上主赐福你，我已经照上主的命令做啦。撒母耳讲：安尼哦，我哪有听到牛甲羊在吼的声？扫罗讲：遐个是我的军兵对亚玛力人遐掠来，因为因留上好的牛羊，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其他的，阮拢有甲剿灭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你踮去，我要甲你讲昨暝上主甲我讲的话。扫罗甲伊讲：请讲。撒母耳讲：虽然你看家己做微细，主咸毋是互你做以色列众支族的领袖。上主用油抹你做王，来治理以色列。上主阁派你去，命令你讲：你去甲邪恶的亚玛力人交战，着甲因拢剿灭。你是安怎无听趁上主的话，总去抢战利品，做上主看做歹的代志？扫罗甲撒母耳讲：我有听趁上主的命令，照伊的指示去交战，掠亚玛力王亚甲来，搁杀死所有的亚玛力人。毋过我的军兵对应该着毁灭的战利品中间，留上好的牛甲羊，带来结甲，要献互上主你的上帝。撒母耳讲：上主减以爱的烧化祭甲祭物，较赢以爱人遵趁伊的话。你着知，听趁比献祭较好，顺趁赢过羊犅的油。陪伴亲像惊邪术是犯罪，自果亲像拜偶像是邪恶。因为你弃杀上主的话，伊嘛弃杀你，
毋互你做王。色罗对撒母耳讲：我有犯罪，违背上主的命令甲你的话，因为我惊军兵听因的话。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甲我做伙倒去，互我通敬拜上主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我毋甲你倒去，因为你去杀上主的话，上主嘛去杀你，毋互你做以色列的王。撒母耳活转身要离开，扫罗揪伊的衫裾刷离去。撒母耳甲伊讲：今仔日上主互以色列国甲你断绝关系，将以色列国交互一个伫你身边比你较好的人。以色列的带领者袂背贼，嘛袂改变心意，因为伊毋是世间人，伊袂改变心意。扫罗讲：我有犯罪，请你伫妇老甲以色列人面前尊重我，甲我做伙倒去，互我通敬拜上主你的上帝。撒母耳就活转身缀扫罗倒去，扫罗就敬拜上主。撒母耳讲：恁带亚玛力王亚甲来我遮，亚甲就惊惊吓吓来到撒母耳面前。亚甲讲：我死去够啦。撒母耳讲：你捌用刀杀死妇人人的囝，恁老母的囝嘛会互人杀死。撒母耳伫吉甲，伫上主面前，将亚甲斩做一块一块。撒母耳倒去拉玛，扫罗转去基比亚伊的厝。撒母耳死以前，无搁甲扫罗见面，伊为着扫罗忧伤。上主嘛因为有设立扫罗做以色列王，艰苦心。